伊明年的总统大选剩44天，讲蔡英文的民调是愈赢愈多，是不是因为强点案来有关着民调？蔡总统回讲，民调起起落落，参考就好。另外，张善政评论苏贞昌，若阁讲酸言酸语，天公伯啊，真紧就会互伊阁转去住病院。蔡英文认为安尼讲真无妥当。张善政早起嘛出面回歹势，伊讲伊是希望苏贞昌会当发挥着院长真正的功能，做一个真正有咧做代志的行政院长。报道19，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正式成立。总统蔡英文落南到高雄寿山，拢是笑容，因为民调唔若领先，阁继续甲对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愈扭愈开，甚至有民调出现赢30%。媒体咧问，敢是强敌案的关系？民调也受不同的时候的当时的情况，跟做民调的人他所设定的这个民调的议题有所不同的结果了。不过我们都做参考了哈。针对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严重的失言，讲天公伯老目睭对付行政院长苏贞昌，真紧就过去入院。蔡英文认为安尼无妥当。从事政治的人总是要心存善念嘛，那口说善言，才会有善政。张善政早起有讲，伊真歹势，针对2020总统的选战，蔡总统真有信心。我们会继续执政的哈。